如果話有一隻色可以代表90年代嘅 Goth Chic 靈魂，嗰個唔係黑色，而係呢隻色 Rouge Noir。Rouge for red, Noir for black， 紅黑雙色調。喺北美咧，佢有個名叫做 Vamp， 佢唔單止係一支指甲油、一隻色，更加係90年代中一場顛覆時尚美妝界嘅文化叛逆。30年後，呢隻傳奇顏色咧，正式以更高姿態回歸。講翻起源先。翻去94-95年秋冬成衣時裝展前夕咧，一眾 Chanel 嘅 Creative Director Dominique Montocqua、Heidi Moritz 同埋傳奇嘅 Karl Lagerfeld 咧，就用品牌嘅指甲油進行實驗，為咗令指甲顏色喺黑白相入面更加突出，佢哋將黑色同埋紅色混合，創造咗一隻前所未有嘅色調，就係咁 Rouge Noir 就誕生咗。其實咧，早喺1926年美國 Vogue 就提過一種好似黑櫻桃內部嘅深石榴紅色，就係 Gabrielle Chanel 女士經常使用嘅顏色。1924年佢推出嘅第一隻唇膏咧，正係呢隻黑紅色。你亦都會喺傳奇嘅2.5手袋內襯發現呢隻色嘅蹤影。當年好多人話 Pulp Fiction 電影入面由 Uma Thurman 飾演嘅 Mia Wallace 嘅指甲就係呢隻色。雖然官方從來冇確認，但電影上映同 Rouge Noir 推出時間吻合，令佢當時全球斷貨啊！之後麥當娜喺 Take a Bow MV 入面再用，令 Rouge Noir 正式成為當年嘅 It Color。喺90年代，搽 Rouge Noir 被視為好大膽。嗰個年代興粉紅色啊、正紅色，用呢隻咁深色嘅指甲油或者唇膏咧，代表你唔係隨波逐流，有自己嘅態度。Chanel 將原本只屬於地下 punk 同埋 goth 嘅次文化帶入咗 high society， 賦予咗呢種暗黑美學一種高級同埋永恆感。嚟到今年 ，Chanel 同 Comet Collective 嘅 Amy Derma 共同設計咗全新嘅 Rouge Noir 系列。今次唔單止有指甲油同埋彩妝 ，Amy 從 Rouge Noir 上妝時透出嘅粉紅色調吸取靈感，將粉紅色啊、洋紅色等延伸到唇膏、胭脂、眼影同埋睫毛液，令成件事更加有活力同埋新鮮感。時至今日 ，Rouge Noir 依然係態度、自由同埋大膽嘅象徵。根據 Pinterest 咧，今年有個美妝趨勢叫做 Vamp Romantic， 大家都快啲試下透過 Rouge Noir 去表達自己啦！